熱暫時係2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快少少外邊有黃金盒啊，入邊呢咁啊仲有練到啦，仲有添喜雲啦，後啲嘅馬匹歐洲傳奇、科創世紀、讓愛高飛啊，響後邊係飛躍精英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就係呢隻黃金盒啊，凌風傲雪就外邊第2位，第3位出邊位置有盛世威風啦，內欄第4係艾比奧啦，而出嚟中檔穩位有淺紫色3隻就美神來啊，出邊有手進追，外邊上嘅馬仲有歐洲傳奇。添喜運不假外求啊！最後300零米啦，凌風傲雪就透出咗啊！外邊手進追緊佢，中間上嚟嘅馬仲有盛世威風啦，內欄嗰邊呢仲有美神來黃金盒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，凌風傲雪拋離咗大約1個身位，見到進佔第2位嘅馬盛世威風，外邊追上嚟仲有一隻手進，接近終點，凌風傲雪贏啊！跑第2名，盛世威風響中間，出邊係手進，至於第4名嘅馬埋邊呢追咗上嚟係艾比奧啊！結果頭場賽事，咁啊呢隻凌風傲雪落咗班，除眼罩用潘頓呢件彩衣近排都幾好勢頭喎。結果先拔頭籌，亦都打開嚟香港勝利之門啊！好啦，咁頭場賽事就潘頓姚本輝。